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杰西，你等等，相互依靠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让他有机会接近我。但是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请你相信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想好了，顾西城，我们两个还是分开吧。不，杰西，我已经把他赶走了，现在没有人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这2天我一直在找你，一直在联系你，我很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能失去你。别再说了，顾西城，我们2个人已经结束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杰西，杰西，你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跟苏妍希之间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向你发誓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顾西城，我不想骗你。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后悔。自从我决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要等的人。从你带我去孤儿院，我们一起去爬山，一起看星星，难道这一切你都忘了？是你改变了我，你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是你让我知道原来生活这么美好，是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。这一切你都忘了？难道这所有的爱你都要放弃吗？顾西城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爱你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割舍不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哦，没什么，一个骚扰电话。那赶快起床吧，要吃早饭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， 这是。顾西城，你别给我不知好歹。奶奶早。哎，早。奶奶早。早，坐吧。锦溪啊，回来就好。你身为顾家的少夫人，一定要记住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一定要尽到自己的本分，懂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奶奶，还有你，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这把老骨头啊，早晚要被你活活的气死。
你以为媳妇儿回来你就没事儿了？那公司里的事情你就不管了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不是一直在管吗？那叫管呐，那叫糟蹋。前几天公司理事来跟我告状，说你撬了自己项目的会议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都干什么去了。哎，奶奶，这么丰盛的早餐，您赶紧吃吧，别为了您这个不孝的孙子，破坏了您的胃口。锦溪啊，以后如果再有人在我面前告西城的状，那就不是西城的问题了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明白了，奶奶。吃饭吧。奶奶，我顾西城犯的错，我自己承担，跟锦溪没有关系。我不吃了，上班去了。你这孩子，我没有说你什么呀。走，锦溪。这孩子脾气是越来越大了，我都说不得了。哎，先生，哎，这是揽月湾吗？是。哎，不是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现在样子已经改变了，他应该认不出我。哎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这是揽月湾吧？对啊，哎，你见过这姑娘吗？这不是锦溪吗？对。那请问您是？啊，哎，这是我女儿，我是她爸爸呀。啊，原来是伯父啊。啊，你找他呀？对，你能告诉我她住几楼啊？锦溪她现在不在这儿住了。啊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公司。一会儿你在楼下喝杯咖啡等我。你之前不是一直特别讨厌去公司吗？那是以前，但是现在有些事情需要我去解决一下。看我干嘛？没看。你明明看我了。我看的是你旁边那棵树。你干嘛呀？你不是要看树吗？我让你好好看看那些树。我们现在是在大马路上，你后边还有好多车呢，这么做很危险的。我乐意，怎么了？那你高兴，你也不能把别人的路给堵了呀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这次回来，你高兴吗？那这样，你现在先开车，你开车我就告诉你，好吧？你先说，我再开车。干嘛呢？高兴。那是一般高兴，还是特别高兴啊？顾先生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高兴我就开车。喂，西城，是我。有什么事跟我的秘书说。喂。是谁的电话呀？你今天早晨接完电话也是这个表情，是谁打过来的？不能说吗？我接了那么多，你说的是哪一个呀？不是，你说这个贺锦溪他现在不住这儿了？对呀。伯父，你不会不知道锦溪他已经结婚了吧？啊？他结婚了，他跟谁结的？他对方有没有钱了的？不是，我是说他过得好不好啊？那个人干什么的呀？伯父，您放心吧，锦溪他过得特别好，他现在已经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啊？哎，不是，这个人到底是谁呀？
神龙集团的太子爷顾西城。啊？是瞎胡闹！顾西城呢？来没来啊？老李啊，顾西城来了，你就少说两句。毕竟这个公司是人家老顾家的，你就是到他奶奶那儿去告状，弄不好那可是搬起指头砸自己的脚。我管他是谁家的呢，反正我知道，顾西城就是他们顾家的败家子儿。哼！我要不是念着他爷爷曾经对我有恩，他捅的那些篓子，我才不帮他补。李叔，你找我？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家人没教过你啊？进门之前先敲门，看看你什么样子。李叔。我从小就没了爸妈，是奶奶把我带大的。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奶奶没把我教好了？哎，老李，西城啊，老李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知道的，老李这个人脾气不太好，可他一心一意都是为咱们公司好啊。哎，刘叔，你这句话我就不爱听了。老李去我奶奶那儿告状，是为了这个公司好。那么言下之意，我就是这个公司的害群之马了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这怎么说好？老刘，你什么也别说了。西城啊，今天你是怎么了啊？不好好的待在家里养尊处优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长城电子公司的合作合同。刚才李叔说我捅的篓子不帮我补 ，OK， 我捅的篓子我自己补。但是我要警告你们，不管你们在公司以后支持常志成还是我，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不要搞小动作。全是他奶奶给惯坏的。嘿，我不管，今天我一定要见到你们总裁。先生要见总裁，请您提前预约。预约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干什么？放我！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？我看像。别动我！谁敢碰我？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知道不？你们敢碰我看看？他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总裁是谁？竟然跑到这儿来乱攀亲戚！谁不信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总裁是我女婿，贺锦熙是我女儿。你们敢碰我？你们敢碰我，让你们总裁全把你们拆了！传闻中，贺锦熙不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吗？他这……哎，怎么回事你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左夫人好。哎，站住！你谁你啊？听说你的女儿叫贺锦熙？啊！哈，巧了，我老婆也叫贺锦熙。哎呀，那个嫁给你们家的那个贺锦熙呀，她就是我女儿。是吗？啊。可是我认识的贺锦熙，应该是出身书香世家。可书香这两个字，跟你可搭不上边儿。啊，我当年呢是当过几天老师，这后来不下海了吗？做生意了。原来如此，跟世家确实沾不上边儿啊。那个，既然锦熙嫁到你们家了，是吧？那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个当爸爸的，有一点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呢？好啊，你说吧。
锦溪呢？我女儿是我从小带大的，哎呦，是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她养这么大不容易呀。我最近做生意，这个资金上有些困难，你看能不能给我资金周转？太辣，太呛。要钱是吧？不是，要钱多俗气。我就是说资金上这个周转，就资金周转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我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其他爱好，就是爱玩。只要你把我玩高兴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玩。贺振东怎么会跑到神龙集团去呢？找贺锦熙，还是什么其他的目的啊？要是顾医生发现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也不知道贺振东刚才发现了我没有。他要是认出来我不是贺锦熙，可怎么办？疼！别夹了！哎呀，不许让这别让他夹了！疼死我！别夹了！胡先生，我不玩了，太疼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不是要钱吗？我还没玩够呢。胡先生，你个傻瓜，赶紧把我给放了！你快！岳父大人，你不是一个聪明人。你要是缺钱，直接跟我说，我一定会给你。我顾西城从小到大，对钱是最没概念。我最喜欢乐于助人，但是，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，而且拿我的女人欺骗我。我没骗你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没撒谎。你把我放了，兄弟，把我放了，顾先生，快点让他们放了我。在家。别夹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哦，兄弟，不玩了，顾先生，这个王八蛋，不玩了！哎呀！注意那个架子上，哟，少爷回来了。回来了吗？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快到中午的时候回来的，待在房里啊，一直没出来。好。方叔，怎么了？别管他，真是擦去。贺锦熙，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人，好像是爸爸。世上这么多人，你有可能看错了。哎呦，我不可能看错的，我今天在神龙呢。你在神龙？你怎么会在神龙？孙熙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喂，孙熙。打电话给谁啊？我刚刚在跟我好朋友聊天呢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？你还说我还要说你呢。在公司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我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不舒服？
是不是发烧了？我让方叔叫医生。啊，不要，我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睡了一会儿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这样，你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洗手间。有什么事叫我。锦溪，怎么了？突然觉得你回来真好。相信他，你一定要相信他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方叔，嗨，有一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来了。我父亲啊？胆子不小啊，今天都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把除了钱，其他的条件都跟我说了，我一定满足你。一成，奶奶，他今天来我们家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贺先生啊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孙子啊，说话就是太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往心里去。这都是孩子嘛。爸，哎，你苏小姐，是安安吧？哎，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没事，我也是刚来，坐吧，坐吧。哎，安，以后别叫我苏小姐了，太见外了，你就直接喊我妍希就好了。啊，妍希姐。啊，初次见面，一点小心意。这是……你上次不说喜欢这个包包吗？我就让我朋友留意了一下，没想到在国外真的买到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谢谢妍希姐。啊，最近总裁夫人有没有去公司啊？总裁夫人？没有啊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贺锦熙他爸爸来公司闹事儿的那一天，他好像在公司出现过。他爸爸去公司闹事儿？公司以前不是一直传贺锦熙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吗？我觉得根本就是假的。哎，他爸爸都跑到公司找顾总要钱来了。我还听说贺锦熙啊仓皇逃走。那顾总有什么反应？唉，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肯定是不相信呗。我听说啊，他还把人家给修理了一顿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顾总啊，好歹也是见过那么多女人的人，哎，这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怎么就能被他骗得团团转呀？爸，爸你干嘛呢？没事没事，爸爸时间长没见呢，太激动了啊！谢谢你们家照顾我。锦溪，他真是你爸？那还有假？
我问你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爸？西城，是，他是我爸爸。哎，西城，何先生啊，我这孙子啊，就这么个脾气，你可别在意呀！啊，没事。锦溪啊，好好陪陪你爸爸，我呢上去看看西城去，让锦溪陪陪你啊，我去看看西城去。您慢点啊，慢点。